你有冇試過喺出面旅行，甚至係返去內地玩嗰陣，明明見到隔離位食緊碗嘢係30蚊，到你開口用廣東話叫嗰陣，最後張單嚟到竟然變咗50蚊。呢種廣東話附加費或者叫港人稅，呢排真係越嚟越猖狂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下，點解我哋講廣東話會變成水魚嘅標誌？嗰啲所謂嘅陰陽餐牌到底收埋喺邊度？仲有，以前我哋好鍾意去嘅一啲旅遊勝地，而家係點樣一步步變成專呃香港人嘅掠水大局？講真，呢件事真係令好多人好火滾。大家想象下，你行入一間睇落好地地、充滿人情味嘅老字號，諗住揾返啲舊時嘅味道。你一開口，唔該，整多碗細蓉，加多碟油菜。老闆娘本嚟笑笑口，但一聽到你嗰種純正嘅香港廣東話，佢個眼神閃過一絲蠱惑。佢遞俾你張餐牌，可能係一張好精美，甚至係有繁體字、有英文翻譯嘅遊客專用版。而如果你細心啲睇下牆上面嗰啲殘破不堪、用手寫嘅大字報，你就會發現兩者嘅價錢係完全兩個世界。呢種陰陽餐牌唔係今時今日先有，但喺2026年初呢段時間，手法真係進化到你唔信。以前可能只係偷偷加幾蚊，而家係直情用數碼化嚟做掩飾。好多餐廳會叫你掃描2024、2025年前後開始普及嗰啲二維碼嚟點餐。你知唔知？系統係可以自動識別你個手機語言同埋定位嘅。如果你個手機系統係繁體中文，或者你個微信、支付寶係綁定咗香港嘅信用卡，個後台程式就會自動切換去遊客價。呢樣嘢最陰毒嘅地方係，你同隔離位當地人雖然都係掃同一個碼，但你哋手機入面顯示嘅價錢係唔同嘅。你以為自己緊貼潮流用緊最新科技，其實係自己行入人哋個電子陷阱入面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個喺網上好轟動嘅案例，就係喺某個以前香港人最鍾意去嘅東南亞旅遊城市。以前嗰度係出名消費低、質素高，但係喺呢1-2年，嗰度嘅掠水風氣簡直係到咗離譜嘅地步。有個香港遊客喺一間海鮮酒家，開口用廣東話同店員溝通，點知埋單嗰陣，一條普通嘅游水魚竟然收咗佢成800幾900蚊港紙。個遊客唔服氣，攞返個餐牌出嚟睇，店員竟然好淡定咁話：你睇嗰份係本地人餐牌，你呢份係國際版。呢種咁赤裸裸嘅歧視同埋呃錢行為，竟然喺呢啲昔日嘅旅遊勝地變成咗常態。點解會咁？其實係有一種病態嘅心理。喺好多旅遊區嘅商戶眼入面，香港人嘅印象仲停留喺2000年左右嗰種揮金如土嘅形象。佢哋覺得香港人有錢，鍾意消費，最緊要係怕麻煩。好多時候我哋發現被收貴咗，可能都係喺心入面的估兩句，覺得費事喺假期同人嘈，最後都係俾錢走人。正正係呢種息事寧人嘅心態，壯大咗呢啲奸商嘅膽量。佢哋會覺得，劏你一個香港人，等於賣俾10個本地人，咁點解唔劏？我哋再嚟睇下一啲昔日嘅旅遊勝地，例如係某啲東南亞島嶼或者係內地一啲所謂嘅網紅古鎮。呢啲地方喺10幾20年前真係好淳樸，你用廣東話同當地華僑傾偈，人哋仲會覺得好親切，甚至會送多碟細菜俾你。但隨住過度商業化，加上呢幾年經濟環境嘅轉變，嗰種人情味已經消失晒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殺雞取卵嘅經營模式。佢哋唔再期望你有回頭客，佢哋只要喺你嚟嗰3日2夜入面，盡情榨乾你荷包入面每一分錢。喺呢啲掠水局入面，除咗餐飲，交通都係重災區。你喺街邊攔架車，如果你用普通話或者英文問價，可能係一個價錢，但如果你唔小心爆咗句廣東話口頭禪，例如係有冇搞錯或者咁貴嘅，個司機就會即刻啟動加價模式。佢哋會揾埋一堆藉口，話咩呢區塞車啊，嗰條路要收過路費啊，甚至話你行李多要加收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針對香港人嘅套路。佢哋知道香港人對匯率唔一定咁敏感，或者對幾十蚊港紙嘅加幅唔會太計較，
積少成多，佢哋一日劏幾個香港客，收入就已經翻咗幾倍。仲有一種好蠱惑嘅招數，係針對我哋呢啲中意去起底或者去揾地道嘢嘅心態。有啲鋪頭會喺門口貼啲繁體字，寫住香港人有優惠或者同根同心。你一入去，覺得好有親切感，以為揾到同路人。點知入到去，佢哋會推介一啲所謂嘅高質素產品俾你，價錢比起出面貴一大截。到你買完返去一查，先發現原來係啲普通到唔普通嘅貨色。呢種利用感情同身份認同嚟做嘅掠水局，其實比起直接收貴你錢更令人難受。其實我哋要保護自己，唔係話要完全唔去呢啲地方，而係要學識點樣反偵察。首先，如果你要去一啲旅遊區食嘢，最好先喺網上睇下最新嘅食評，特別係2026年度嘅評價，因為以前嘅評價可能已經唔準確。睇下有冇人提過陰陽餐牌或者標價不符嘅情況。入到鋪頭，唔好一坐低就點餐，先睇清楚牆上、台面同埋手機系統入面嘅價錢係咪統一。如果發現有出入，唔好客氣，即刻問清楚，或者直接起身走人。唔好覺得尷尬，尷尬嘅應該係嗰啲想呃你錢嘅奸商。另外，喺講嘢方面，雖然我哋好引以為傲我哋嘅廣東話，但在於安全計，喺一啲掠水風氣好重嘅地方，有時保持低調或者先用普通話、英文探下路，都係一種策略。你甚至可以觀察下隔離台本地人點餐嘅程序。如果可以嘅話，用一啲比較大眾化、有公信力嘅點餐平台，咁樣價錢會比較透明。我仲想講一講關於昔日旅遊勝地嘅沒落。其實呢種專呃香港人嘅風氣，長遠嚟講係會害死嗰個地方。大家諗下，點解以前我哋咁鍾意去日本？除咗嘢食好食、風景靚之外，最重要係一種安心感。你知道你去到邊度，標價幾多就係幾多，唔會因為你係外地人而收貴你。呢種誠信係旅遊業嘅命根。而家呢啲針對廣東話使用者嘅掠水局，短期內可能賺到一筆快錢，但其實係喺度倒自己米。當所有香港人都覺得去嗰度係貼錢買難受嘅時候，呢個地方嘅旅遊業就已經死咗一半。2026年嘅今日，資訊已經非常發達，但騙徒嘅手法亦都係與時並進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除咗要帶個腦去旅行，更重要係要有一種意識，我哋嘅每一消費其實都係喺度投票。如果你去到一間鋪頭，發現佢係用陰陽餐牌，係專門針對香港人掠水嘅，請你一定要大聲講出嚟，或者喺網上分享你嘅經歷，唔好俾呢啲奸商覺得香港人好蝦。其實呢種現象背後仲反映咗一個問題，就係旅遊業嘅質素監管。喺好多地方，雖然口頭上話歡迎遊客，但實際上對於商戶嘅違規行為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佢哋覺得只要遊客仲嚟，呢啲都係小事。但對於我哋呢啲真金白銀拎錢出嚟玩嘅人嚟講，呢啲絕對唔係小事。呢種被當成提款機嘅感覺，係會毀咗成個旅程嘅心情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有個朋友去某個東南亞國家玩，佢喺一間賣手工藝品嘅鋪頭，見到件嘢好靚，標價係1萬當地貨幣。佢用廣東話同佢老婆講咗句：呢件幾靚喎，買返去送俾阿媽啦。點知個店員聽到之後，埋單嗰陣竟然話標錯價，要3萬。我朋友當場就唔肯，仲用英文同佢理論。個店員竟然話：你們香港人這麼有錢，不差這點錢吧？呢句說話真係好難聽。點解有錢就要避你啊？點解勤力工作賺返嚟嘅錢，要交呢種莫須有嘅廣東話稅？所以話大家以後出門口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特別係去嗰啲所謂嘅懷舊景點或者打卡名店。好多時候呢啲名氣都係靠營銷堆砌出嚟嘅，內裏嘅服務同埋誠信可能已經爛透咗。我哋唔係要去計較嗰幾蚊、幾十蚊，我哋計較嘅係一種尊重同埋公平。如果一間鋪頭連最基本嘅公平都做唔到，佢做得幾好食，裝修得幾靚，
都唔值得我哋去支持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雖然呢個世界有好多蠱惑嘅嘢，但只要我哋保持警覺，唔好盲目跟風，唔好因為想慳嗰少少時間就妥協，我哋係可以減少被掠水嘅機會。下次如果你聽到廣東話即刻加價嘅鋪頭，記得轉身就走，仲要喺心入面同佢講聲拜拜你條尾，我哋香港人唔係咁好呃嘅。呢個話題其實仲有好多可以講，例如係一啲特定行業嘅潛規則，或者係某啲地區專門針對遊客嘅騙局細節。如果你哋都遇過類似嘅掠水經歷，或者有啲咩好嘅防騙招數，歡迎大家一齊交流下。我哋要建立起一個屬於我哋香港人嘅防騙情報網，令到嗰啲想拖我哋水魚嘅奸商無所遁形。記住，我哋去旅行係為咗開心，係為咗放鬆，唔係去鬥智鬥勇。但喺呢個世道，多一分防人之心，絕對唔係衰事。希望大家以後嘅旅程都能夠玩得開開心心，食得公平公正，唔好再做嗰隻被廣東話標籤咗嘅水魚。2026年，希望旅遊界可以多反一啲誠信，少一啲套路。我哋下次再傾，保重。